已经不愿加一天体会，一家人注定也来叫我了。阿妹，感谢你。你何时要出发？你占顾为何？阿妹，我要离开了。真故啊，上啊上。都要起，山谷政府随意行，满腔热血挥不起。匆匆同你，心马蹄。
快过！报小木啊！报小木啊！太嘅不为难，地不从心铁板板，地嘅民族，天上无难。当水通地，拍子不拿。天地上升，中。奉上台湾目前呢天气会急剧升动啊，势力汹涌，其民主呢两头人林尚文啊，自封其主啊，以促成台湾人民爱戴啊。哦，乃安阳讲，此人对恩朝廷，讲起来。是一太不凡啊！天台地有太阳，是我为尊啊！贪嗔地老气呀！不爱乱混尊啊！
如此啊，而你朝廷呢，历次派兵制压啊，单独无法全歼灭了。一个台湾地府孙金水，敌人义尊，贪水私烟长春啊，都已经惨遭杀害，向皇上听托了。可天梯妃既然向我朝廷作对呀，切题不能本日嘅势力高中啊，众卿家过来，有何良策啦？启奏皇上，历经台湾政局动荡，历经只有再次派兵镇压台湾，同样强大兵马需要水陆并进，详细计划再派人迁入天地位作为眼线，相信不久只能铲除叛党啊！对，就以众卿家所奏，官员出旨，调遣各省，强硬不遂，空军家在四方平台太将军，虽量湖南兵马2000，广西兵马3000，依着贵州兵马2000，四川兵马2000，开台讨伐了。如果能擒拿林宋文，一派叛贼，将他们押回北京，寡人要亲自审理，为神领旨。冲！来啊！老爷呐，那么困错，当初乃是真聪明喽。各位兄弟啊，你哋係太多權人啊！那唔係太假，攞埋幫我，我用辦，我有兩個人財錢啊！雖然喺你犯前不明嘅太入有望，不過我最擔心嘅就係假嘅。有乜嘅好成為啊？亞烏卡人就可比亞烏卡人強樣，大家互相照顧啊！唉，現在朝廷已經點解令上門，下期初犯。那以後我有乜不是？最後又要開到我嘅假人。哎，革命嘅路是有進無退哦。我不是後悔，我只是心痛啊！有志啊，強啊，不是心嘛走啊！
种种啊！朝廷啊，派了孔府为做平台太将军，水陆火炮平津，已经八卦山、老大牛出山，还有太里一带已经被攻击。移民局老大有500姓，500名已经丧生了。好。本言不急忙，好心当行啊！朝廷兵马不平安哟，新的训练啊，好听丢书啊！火炮难攻，这不上。这要以后是好啊！好一个林尚文，你也敢在台湾，两款孔庙计划，真是将寡人吓到了。哼！不过根本一看起来，你非是寡人的客强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呸！你的狗疯体，我死的什么该？你知吗？有几多台湾人民想要你的狗命？哼！你杀得了吗？但是你杀不了千千万万台湾人民，为了颠覆朝廷的决心。哼！来看，我给你乱掉。打就这样，打3个，你还是这样。好，我想说，不是，我不知道开始我特写。累了吗？我操！你在干？你在撞我啊？哦，我给他吓一跳呢。你蹲在我后面呢。